色，然后让它散发出它菇类的香气。先把酱汁做好，接落来是放虾肉，搁有鱼仔卵，搁来就是芳草食物。上尾的主角是碰皮，安尼就完成这个料理。其中上高工的就是碰皮，要用2天的时间才会当完成。炖煮2小时之后，然后再把多余的油把它刮掉，之后再下去用那个低温烘烤。这间日式料理改做干那饼同款，加上特别的酱汁，搁有虾肉和鱼仔卵，加台湾的古早味碰皮做出无同的新食法。总共搁有8项料理，拢是业者伫疫情期间做出来的。还蛮清爽，因为一般在家里不会这样子去用虾子啊。我们比较少自己这样做料理啦。业者用云林白麻、屏东东花市和台湾关山蚵仔等等的食材，透过几十年的日式料理手法，改变做属于台湾人口味的日式料理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